OK，Hello，各位午安啊，各位嘅 Hello，各位朋友，你哋好啊，午安啊。咁啊，喺今日呢一個咧工作嘅下午咧，好多謝大家咧，仍然咧出席我哋呢一個嘅短講系列，就係如何提升孩子嘅心理韌度啊。呢個係認知篇第二篇觀察嚟噶。我同埋 Max Sir 在場咧，我叫 Daniel，係啦，隔離有 Max Sir 在場咧，係今日嘅 Hello，呢一個嘅節目嘅主持人啊。咁我哋都係嚟自一個咧社企組織叫失敗學院嘅。陣間咧，我哋就會咧介紹一下我哋失敗學院究竟係一個乜嘢嘅組織嚟嘅。咁但係我相信咧，你哋之前咧報名嘅時候咧，一定都有留意下，睇過我哋嘅網站啊，睇過我哋嘅資料嘅。不過我哋之後再有其他嘅分享俾大家。好，呢個時間交俾 OK，阿 Max 先。嗯。歡迎大家嚇，我哋好開心每一次咧有呢個每一個月一次咁嘅機會，同大家一齊咧去學習，去面對失敗，亦都從失敗裏面咧試下去吸取啲養分。再落下一張。嗱，其實咧失敗學院嘅創辦咧係嚟自於，因為我當年咧就係我從事一個，我多年嚟都係從事即係培訓同埋創業嘅。咁我自己亦都係德魯克管理學院喺北京嘅研究員，咁就但係到我幾年前我帶一個新嘅團隊，我發現我竟然冇辦法令到一個我一手提拔嘅團隊咧能夠有效地運作，咁咁我先至發現原來其實失敗嘅經驗咧真係冇分即係資深或者係年資前。其實隨時隨地都喺我中間出現嘅。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會面對失敗，呢個唔同你嘅資歷、同你嘅經驗、同你嘅學歷其實冇關係，因為我哋失敗係隨時喺個中間出現嘅。好，下一章。下一張啊，嗯。所以咧，而事實上咧，我見到嘅係咩？我哋周邊好多嘅環境俾我哋知道就係，我哋特別好多家長啦，好強調要贏在起跑線啦，即係唔輸得啦嚇。我哋成日會講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啦嚇。而我哋好多時，我哋坊間好多啲唔同，即係特別而家好多啲 YouTube 啦嚇，都會提到係點樣係零失敗啊，高績效啊咁。其實我哋會問，其實失敗係咪真係咁恐怖咧？或者其實調翻轉頭，我哋再問，如果失敗係我哋唔可以去承受，咁我哋點可以有機會成功呢？因為失敗經驗其實我哋就係日日都會遇見，而嗰個過程只不過係我哋總結咗一啲我哋唔成功嘅過程，然後去問有啲乜嘢係可以令至我哋成功啫嘛。即係我哋好奇怪地，我哋對失敗係往往係好被動地去接受，而唔係咧好主動地將佢變成一個成長，無論係我哋自己啦，或者我哋嘅小朋友啦，佢哋成長嘅一種嘅養分。下一章。所以我哋一路即係失敗學院，我當日即係開始創立嘅時候，其中一個我好深嘅體驗就係，其實每一次失敗都係一個生命系統嘅提升。而每一個嘅失敗係必然咧係可以轉化成為養分。嗱，當然呢個大前提就係我哋係咪真係願意面對失敗，同埋喺失敗裏面咧，我哋總結經驗。好多時候我哋失敗完之後，我哋衰咗、瘀咗或者係錯咗，但係我哋好少喺嗰度咧去整合，將佢轉化成我哋一個經驗咯。即係原來呢個方法係唔 work 嘅，呢個方法係唔得嘅。誒，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坊間好多講烹飪節目講咩零失敗乜嘢，其實負責嘅人往往都同你講一句，佢話我試咗好多次，係誒真係要咁樣樣先至做到呢樣嘢嚇。個調味嘅分量啊、時間嘅控制啊等等，其實失敗唔係一個恐怖嘅事件，只不過係我呢個學習嘅旅程嘅一個部分啫。嗱，
係啊。好啦，我交時間俾我哋好啊，唔該晒 嘅 Max Daniel Sir。啦。係啊，頭先 Max Sir 講到一啲嘢好，即係都好感動，就係正正係佢嘅經歷，即係但係每個人都會，無論你幾多歲都好，你都會面對挫折嘅時候咧，就係呢一份嘅，就係呢一份嘅初心咧，吸引咗我哋一齊咧，係從再做呢一個嘅失敗學院啦。誒喺呢個時候咧，都想同大家我哋動下腦筋，問下大家嘅問題先，因為咧嚟緊咧，我哋都想同大家分享究竟失敗學咧。有三個咧核心嘅觀念咧，好想大家去知道。但係我哋玩個遊戲先啦。係啦，第一個問題就係、第一個核心咧，就係、叫做失敗只係過程，無法定義你。你覺得咧呢、個最強調嗰種思維嘅轉變係啲乜嘢咧？啊，你可以喺你嘅 chat box 嗰度咧去打 A、B、C、D 咁咯。A 咧就係、失敗雖然痛苦，但係最終咧係會帶嚟成功嘅，因此值得忍受。B 失敗嘅本質係中性嘅資料嘅搜集，並唔係對個人價值嘅負面評價。C 失敗雖然唔會定義你，但係仍然盡量減少發生嘅次數啦。而最後 D 咧就係、失敗無法定義你，所以可以完全唔需要喺失敗當中學習。哇！呢幾條問題其實都幾簡單嘅，我相信。我俾5秒大家時間啦，五、四、三、二、一。不過咧，可能有啲人會喺 A 咧或者 B 裏邊咧去掙扎緊啊。咦？失敗痛苦，但係成功嘅話，最終成功值得忍受啊，係咪先？咁答案係嗯，乜嘢啊？答案係 B 啊。點解啊？因為就算你失敗，就算你喺面對痛苦，都唔代表咧係必定嘅成功噶嘛，係咪先？但係咧，唯一可以確定去揸住嘅係失敗本質咧，就係資料搜集，唔係對個人價值嘅負面評價。呢個思維轉變咧係好重要嘅。舉個例子俾大家。我近排咧都好中意煮嘢食，因為我結咗婚啦啱啱，咁即係講到話中意，其實就係慳翻啲錢，自己煮又煮得開心咁樣樣。係啊，咁而其中一個最中意煮就係溏心蛋，因為咧煮完一兜咧之後咧可以食幾日。咁但係發生咗一樣嘢就係咧，我發現我煮極咧，我跟上網嘅食譜，佢就同你講就係水滾，將蛋放落去水度7分鐘、8分鐘左右，拎翻起上嚟，浸冰水，然後剝殼。大家估下個結果係點啊？個結果係咧，我開咗啲蛋咧，結果係咧，我開咗啲蛋咧，裏邊咧全部咧都係溫泉蛋，唔係溏心蛋咧，即係啲蛋白咧係結實嘅，中間黃係流心，佢唔係咁嘅情況噶喎。但係咧，我已經做咗幾次，我發現我以為咧係關於啲時間問題啊嘛，7至8分鐘仲未得咧咁樣樣。咦？呢個時間咧都繼續有人入緊嚟，我撳一啲人入嚟先啦。好，好，咁啊，再一次係啊，好啊，OK 啊，好啊，咁啊，再一次歡迎各位嘅朋友嚟再一次 join up 我哋呢一個嘅誒我哋呢個工作坊，我哋嘅線上工作坊咁樣樣。好，我哋講到第一個核心咁樣，係啊。咁啊，諗住加長嘅時間啦，咦，又 OK 喎，咁樣樣。咁但係後來我發現，其實唔係網上邊咧嘅一啲食譜係冇錯嘅，問題係咧佢哋係要講緊係用室溫嘅蛋放7至8分鐘，但係多數咧，其實多數家庭其實都係將啲蛋擺喺雪櫃嘅嘛。雪櫃蛋咧，雪櫃蛋嘅煮法咧係起碼都要成14、15分鐘先至能夠令到個蛋咧變成溏心蛋嘅。佢講緊啲咩咧？即係原來失敗只係過程，無法定義你。講緊一樣嘢就係，當你將個焦點唔係擺喺成功，唔係擺喺自己價值被否定，而係淨係睇成佢係資料搜集嘅機會。你會發現一下每一次衰咗嘅時候，究竟發生啲咩事，然後再調節嘅時候，咁咧呢個就係你作為調整未來去前進方向咧嘅一個方法啦。好，失敗學嘅第二個核心咯喎，我哋又動下腦筋咯喎。嗱，第二條問題嗱，大家可以 chatbot 度咧去打 A、B、C、D，講下你嘅答案嘅就係、如果一個唱歌嘅學員喺聲帶訓練嘅時候瀕臨去破音啊、走音啊，嗱，失敗學嘅第二個核心就叫做專注過程，擁抱失敗啦。呢個最合適嘅態度係咩咧？A 就係試破音咧，係證明自己天賦不足嘅證據。
考慮轉換其他興趣。B 將每次破音視為咧聲帶肌肉尚未適應嘅正常現象，就好似科學家咁樣咧記錄並且實驗唔同嘅發聲方式。C 雖然理解咧失敗係過程，但仍然盡量避免破音咧去維持自己嘅自信嘅。而 D 咧最後就係專注喺偶爾成功嘅音準時刻，忽略大多數嘅失敗。唔知大家會揀邊個呢？ A、B、C、D 你會揀邊個呢？我又俾5秒時間大家咯喎，五、四、三、二、一，嗯，唔知咧，大家會唔會覺得如果天賦不足嘅時候，可能呢轉下其他興趣，等自己冇咁辛苦，或者可能為自己揾到出路啊？咁不過咧，當然喺我哋失敗學裏邊個結果咧，就係我哋試咧每一次嘅破音咧，其實就係 B 啦，就係未適應嘅正常現象，呢個正常嘅，好似科學家咁不斷去記錄，不斷去改變，不斷去實踐唔同嘅發聲方式，呢個就係最合適嘅態度。所以咧，失敗學嘅第二個核心專注過程，擁抱失敗就係好似聲帶嘅訓練、肌肉訓練咁樣樣。你嘅過程就好似肌肉鍛鍊一樣，你唔需要去逃避嘅，好似科學家咁樣樣，不斷地去嘗試去擁抱呢個過程就已經可以啦。好，第三條嘅問題啦，大家又會覺得係邊一個呢？OK，好。以下咧邊個情景係最能夠體現失敗學嘅第三個核心，接納脆弱，找到力量嘅精神呢？ A 咧就係一個創業家喺間公司倒閉之後咧，表面堅強咧，否認自己曾經感到恐懼無助咧，即刻開一個新嘅項目啦。而 B 咧就係運動員比賽輸咗之後咧，公開承認自己內心嘅脆弱同埋佢真係驚失敗，但係以咧呢個為動力咧，加強心理訓練，更加去堅韌咧咁去面對高壓比賽。C 就係學生考試失利之後咧，話俾自己聽，我就係唔擅長呢科咯，避免再挑戰同類嘅考試。而 D 就係一個藝術家咧嘅作品被人批評咗之後咧，決定咧淨係創作一大眾喜愛嘅風格，避免再次收到負評嘅。唔知大家你哋會揀 A、B、C 定 D 咧？我俾5秒大家時間咯喎，五、四、三、二、一。唔知呢四個嘅選擇會唔會都係我哋有時候嘅寫照呢？甚至係做學生嘅時候更加容易發生，就係我可能喺數學上邊考得唔好，我就同自己講我係唔擅長呢一科啊，不過冇得作科，所以咧我就唯有繼續讀落去啦。咁但係如果有得揀咧，其實你聽啲同學仔講咧，佢想作佢都作咗佢，甚至係我嗰日公開試我唔去考試啦都係咁啊。OK，咁結果當然就係 B 啦，承認自己內心脆弱，真係驚失敗嘅，呢個亦都成為一個動力嘅來源。呢個就亦都係就係講緊我哋第三個核心啊，就係接納脆弱同埋揾到呢個可以讓我自己揾到力量。唔知我哋今日呢，我哋點樣去睇我哋下一代呢？我哋想點去栽培我哋嘅下一代呢？我哋會睇我哋下一代，好似栽培佢成為一個好似水晶球咁亮晶晶咁樣打造好漂亮、好亮麗嘅成績啊，定係佢係一個好平實嘅一個皮球呢？誒，有啲咩分別啊？如果你當我哋嘅下一代好似水晶球咁，係啊，佢打造得好漂亮喎。咁但係當我哋將呢個水晶球，佢將佢掟落地下嘅時候，佢會變成點啊？佢會碎咯。碎到一地都係，哇！但係如果我哋塑造一個下一代一個年青人，佢好似皮球咁樣樣，當佢遇到逆境嘅時候，掟落地下，佢就會彈翻起嚟。當我哋睇成我哋下一代係一個皮球咁去塑造嘅時候，我哋去讓佢哋學習去誠實面對自己嘅脆弱，去慢慢培養翻佢呢啲心理嘅彈力，令到咧佢哋可以咧喺逆境當中變得更加堅強。呢個就係我哋喺點樣叫接納脆弱，去揾到力量嘅第三個核心。好，咦，我俾啲挑戰大家啊！當呢三個核心咧，如果睇下大家你掌握到幾多，喺短短咧。
我哋呢一幾個分享。好啦，呢條問題就係一個設計師多次咧去提案啊，去俾個客戶去否決啊 reject 之後咧，佢開始咧詳細去記錄每一次咧被去 reject 嘅理由，不斷去調節佢下一次嘅設計方案，同時咧亦都視呢個咧退件咧係一個正常嘅過程咁樣樣，並且坦然咧去承認自己一定係會有覺得好有挫折感啊！亦都以通過呢一個嘅誒契機咧，去鍛鍊自己更強嘅抗壓能力啊。而呢個設計師嘅行為咧，同時體現咗失敗學邊個核心咧？A 就係失敗即係過程無法定義你啦，B 就係專注過程擁抱失敗，C 就係接納脆弱找到力量啊，D 就係三樣都有。咦？唔知你哋覺得又係點咧？話個答案俾佢聽喺 chatbot 度同我哋講啦，係 A 係 B 係 C 係 D 咧？五、四、三、二、一，其實個答案都呼之欲出㗎，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識㗎啦，就係三個都係體現到我哋呢一個嘅 scenario，佢所體現到核心就係失敗過程啦，定義唔到你啦，專注過程，擁抱失敗，接納脆弱，找到力量。希望喺短短呢個時間咧，好快去初步掌握到咧，我哋失敗學院咧三大嘅核心價值，三大嘅核心嘅價值。好，呢個時間交翻俾 Max 啦。Thank you, Danny。其實咧，我諗呢個都係我哋一路好想喺學校嗯，啦，好想喺家長嗰度推嘅。因為咧，其實我哋如果唔重新 define 失敗咧，其實我哋係讓失敗繼續只係有一個負能量嚟到喺我哋中間出現。所以我哋好開心，我哋過去一年啦，我哋喺唔同嘅地方啦，有學校啦，有機構啦，甚至喺啲企業裏邊咧，我哋係舉辦咗超過40場嘅工作坊，咁我哋都有超過1400個人咧參與。我哋好開心係同唔同嘅單位一齊去努力，因為我哋覺得呢個正正係香港而家我哋好需要去面對，就係我哋有嗰份嘅勇氣去擁抱失敗，並且將失敗變成我哋嘅養分呢個嘅過程。下一張。其實咧，我哋因為講前年啊，前年我哋就揾到一啲嘅分定啦，所以我哋喺政府嘅支持下面咧，我哋就出咗一本書，叫做《失敗遊戲》。呢本書係嘗試用一個好創新嘅方式，通過一個繪本啦，但係其實係同班少年人啦一齊去經驗點樣去從失敗裏邊學習。我哋覺得失敗係可以玩嘅，失敗唔係一個我哋係好負面去面對，所以其實成本書嘅 design 就係我哋去嘗試同一班學員一齊試下，如果一個勇者點樣能夠成為勇者，係佢需要擁有10個唔同嘅能力，而啲能力係令到佢能夠有更好嘅表達。咁所以今次我哋呢一個網上嘅分享會，其實都係由呢度開展出嚟嚇。咁所以今日我哋就會集中做觀察呢一個部分。OK，好啦，咁所以嚟緊嘅日子咧，我哋都會每個月都會有一次嘅。咁所以咧鼓勵大家都預留時間啦，好冇？哇嗱，係啦，今次咧我哋就係啊，佢入邊都仲有10個 game 喺裏度啊，係啊，係啊，咁然後今次咧，係啊，我就想阿 Daniel 咧試下咧，係去 present 一個咧，我哋其中因為我哋覺得係喺遊戲中學習咧係最好嘅。咁我想阿 Daniel 咧試下咧 present 我哋其中一個嘅遊戲，係通過觀察力，通過呢個遊戲去點樣去令到我哋小朋友佢嘅心理韌力咧更提升，同埋咧係對外邊嘅認知世界咧更加敏感。好啦，交翻上俾阿 Daniel。OK，唔該 Max Sir 啦。好，呢個遊戲咧，其實我都已經喺咧一間小學度去實驗過，亦都個反應都非常好，同埋都發現到好多青少年人，其實任何人咧都會出現嘅情況嘅，係啊。唔知大家點睇觀察力呢一樣嘢咧？唔知大家覺得自己係咪一個好好觀察力嘅人咧？即係可能如果係老師嘅，每日返到學校教書嘅時候，要一眼關七要留意每一個學生嘅動靜，希望咧佢
係咪真係留心上堂咧？如果佢係，佢瞌眼瞓喎，拍一拍佢先，係啦。究竟點樣先至為之咧有好嘅觀察力咧？係啦。今日點解我哋咧好想去帶一個關於觀察力嘅遊戲去喺度咧？陣間你就會知道佢同失敗學又有啲咩關係咧？一陣間我哋都會去解釋嘅。咁但係我想講一講翻呢個遊戲本身個設計先，係啊。點解我再一次點解我哋今日咧會想同大家分享一啲遊戲咧？咁我哋好希望咧，我哋嘅工作坊咧唔單止淨係一啲概念嘅分享，仲有一啲咧實踐嘅一啲活動，讓到我哋咧唔同嘅可能教育同工啊、社福機構嘅人咧都可以隨即去用咧去實踐喺咧我哋嘅下一代身上，或者係我哋身邊嘅人身上，令到咧我哋可以隨時咧喺遊戲裏邊咧去獲得我哋一啲係心理彈性嘅成長嘅。好啊，講下呢個遊戲先。呢個遊戲叫人心可測啊，即係講啲咩咧？成個遊戲嘅目的咧就係第一，去提升觀察人嘅能力；第二咧就係分辨觀察同埋解讀啦。我用翻解讀嘅關係。第三樣就係咧增強人同人嘅互動能力。成個遊戲時間15分鐘到20分鐘左右，其實都已經夠玩㗎啦。點玩法咧？好，首先 Level One 咧係一個熱身嘅遊戲嚟嘅。成個流程咧就係大家咧會一班又好，幾多人都好，總之係分成兩個人一組，一個人做 A，一個人做 B。佢哋咧係會發生咩事咧？就會做一個二人嘅對話，不斷輪流、不斷重複去講同一句對白。呢個對白係乜嘢咧？就係你再加咧去觀察到對方嘅一啲嘢，例如好似呢個圖裏邊咧個圖呢個圖示裏邊咧，佢講就係個男仔咧就同對方講你紮頭髮，好啦，對方咧都會回覆一句你紮頭髮，咁佢哋就揸住呢一句對白不斷重複去回應，去來回咁樣樣噶咯喎，而佢哋需要咧做就係不斷去彼此模仿對方嘅。OK，咁但係我諗心水清嘅會發現到，我個對白咧個要求咧就係寫住係觀察到對方嘅事情。咁佢觀察到啲咩咧？總唔知道嘅。但係最重要咧喺個提醒嘅時候咧，係要講係觀察到對方嘅嘢、對方嘅事情。如果學生會問係啲咩啊？呢個係唔需要回應嘅。總之係觀察到對方嘅嘢嘅啫。OK，然後你可以舉一個例子，咁就算，但唔需要去再進一步去解釋咁樣樣。呢一個好重要。係啊，咁啊，預期咧，第一個階段咧，活動效果咧就係開始會動用到一啲觀察嘅肌肉啦。因為學生好多時候個腦諗好多嘢，但係當你真係要做嘅時候，就會有觀察肌肉，慢慢開始鍛鍊啦。第二就係咧個氣氛就開始高漲㗎啦。咁而氣氛開始高漲係點啊？就會減少咗思考，同埋慢慢增加翻直覺嘅反應。呢個咧增加直覺反應係非常之重要。如果佢冇呢樣嘢咧，係去唔到下一個階段嘅。而大概成個遊戲咧，可以分先A 有分 A 同 B 噶嘛。咁 A 咧就先負責講佢對白，然後可能大概20秒到30秒，按你自己設計，越短越好嘅，廿秒到係 OK 嘅。然後就輪到完咗之後，到 B 去提出個對白。好啦，2 round 之後，去下一個階段啦。下一個階段仍然都係維持喺嗰兩個人一組裏邊，但係咧同之前唔同嘅就係、之前咧就係、輪住講同一個對白，A 講完 B 再講，B 講完 A 再講翻。而呢一個階段咧，兩個人就會同時對話嘅，而兩個人個目標咧就係、各自去將咧觀察到對方嘅事情咧去講出嚟，唔當中過程唔需要去考慮對方講緊啲咩。有個學生好好嘅，佢就問咗一句：係咪真係鬧交啊？即管你係可以當佢鬧交嘅方式去發生都可以。不過咧，要求就係起碼能夠要講到10個嘅觀察。好似佢呢一個嘅例子就係、男仔觀察到個女仔紮頭髮，就係、你紮頭髮啦。如果個女仔望到個男仔坐喺度，你坐喺度啦，咁樣樣。咁呢個亦都係一啲嘅例子嚟。出嚟個結果會係點樣樣啊？繼續咧將觀察嘅密度提升啊，因為頭先就係得一樣，而家再多咗啦。如果氣氛咧繼續去高漲，而繼續高漲之後咧，將個直覺反應越推越高嘅時候咧，咁咧嗱最重要就嚟到啦，就有得去傾個 debrief，就係佢哋要有機會咧係將解讀當作觀察啊。我好記得咧呢個遊戲出現到一個時候，我同有一個妹妹一齊去，我去做我對手。
佢望住佢，竟然講一句，佢由一開頭就話你戴戒指，你戴戒指變咗，你結咗婚，你結咗婚，誒，跟住仲有一個，仲要講埋一句，你好有錢，你好有錢。究竟我結咗婚，同埋我好有錢，呢個係咪一啲觀察到嘅嘢呢？好啦，去到下一個階段呢，就邀請呢在場嘅一組出嚟呢，去做俾人觀察嘅示範對象啦。所以其他一個組別就去觀察佢啦，同埋記錄佢哋究竟講咗啲乜嘢。大概30秒到時間都夠噶啦，唔需要太長，最緊要夠急。然後每組完結就問大家啦，呢個好重要就係，大家講過啲咩對白啦，亦都鍛鍊觀察。第二樣就係乜嘢係觀察，乜嘢係解讀，有啲咩分別呢？如果係解讀嘅話，呢個解讀係基於啲乜嘢眼見嘅事實呢？嗱，呢個就好重要啦。我哋好多時候呢，頭先當我啱啱講個例子就係我好有錢啦，我結咗婚啦，大家覺得呢個係觀察定係解讀啊？如果可以嘅話，你可以喺個聊天嗰度咧去講翻低。我相信絕大部分嘅人咧都會知道咧呢個咧係解讀嚟嘅，因為除非你見到一張，就算你見到一張結婚相都好啦，你都只能夠係講一個人着住件白色嘅婚紗。但係着住件白色婚紗，然後你去講佢結咗婚咧，其實呢個係一個解讀嚟㗎，因為佢張婚紗相上邊未必一定係代表佢結咗婚，佢可能係影影婚紗相嘅 model 咧，係啊，所以咧最後呢個 debrief 就好重要嘅講就係三樣嘢就係我哋好多時候咧會將觀察力咧觀察將解讀當成觀察。如果失敗嘅觀察咧，係會將咧解讀咧去混淆咗觀察嘅，咁樣會發生咩事啊？就會好容易咧去產生偏見啦。所以好嘅觀察力咧係會盡量減低偏見，幫助人咧喺失敗當中尋找出路嘅。呢個亦都係希望通過呢個遊戲咧，去俾大家去發現觀察。而點解頭先咧我哋成個遊戲咧係好希望咧將個直覺提升嘅？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發現自己咧解讀錯誤嘅時候，多數都係啲好急嘅時候啊，係啊，但係咧好正常嘅喎，人通過直覺去處理任何事，有咩好處啊？快啊嘛，日常咁多事要處理，唔係下下慢落嚟噶嘛。不過如果能夠行多一步，就係問邊一啲係我認為嘅，呢個係咪我認為咧？邊啲係我觀察到咧？對於學生嚟講，能夠咁樣分辨到嘅時候，佢咧自然咧就能夠當佢日後再去可能無論面對佢嘅考試成績好幾唔 OK，或者係人際關係上邊可能有人可能望佢一眼嘅時候，佢唔會咁快就即刻去解讀，咦，對方係咪睇我唔上眼？對方係咪望到我令我覺得好尷尬咧？誒，定係仲有其他咧？乜嘢係解讀？乜嘢係觀察咧？希望成個遊戲當中咧，去俾佢哋發現到呢一個嘅真相，就係咁。好，OK，thank you，Daniel。嗱，係啊，其實咧，我哋一日過去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啦。咁呢個啲相片係我哋即係幫家長啦、幫老師做一啲嘅工作坊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嘅表達啦，包括一啲音樂會啊、體驗式嘅學習啊等等嚇。咁啊嚟緊咧，其實我哋嗱，因為咧我哋每一個月咧都會安排一次我哋呢個有關即係對失敗嘅認知嘅系列嘅一啲嘅分享。咁下一次咧就會係2月12號嘅，咁我哋就會講聯想力啊。咁咧呢個係另一個我哋喺本書裏面其中一個好有趣嘅練習嚟。咁我希望咧到時候咧大家有機會一齊出席啊。咁我希望呢個都係我哋一齊彼此去努力，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去詮釋失敗點樣成為我哋即係每個人成長嘅養分。其實我哋冇一個人係完美嘅，但係我哋點樣能夠有更好嘅成長，係通過我哋對失敗嘅整合，同埋係去提取個養分。
咁希望呢個都係大家一齊努力嘅地方。好，再一次咧，多謝大家。嗱，呢個係呢度有個問卷啦，如果大家可以嘅話咧，幫我哋 scan 呢個 QR code，然後俾翻 feedback 我哋啊嚇。咁啊，你哋 feedback 會幫到我哋更加好嘅準備我哋嚟緊跟住嘅下一個嘅講座嘅。係啦，冇錯，同埋就係即係如果有繼續係需要索取我哋嘅失敗遊戲書咧，咁都係需要大家咧去登記翻你哋嘅 feedback 啦。咁等我知道啊，你真係嚟咗喎。咁我哋之後咧，我哋記錄咧，最起碼你有嚟過2次咧，咁我哋都會送翻一本失敗遊戲書俾你嘅。不過我更加鼓勵嘅係，即使你嚟咗2次之後，如果倘若你都好同意我哋呢個失敗學院嘅核心價值，你都好相信下一代咧。其實佢能夠可以有不一樣嘅佢嘅心理發展嘅可能性嘅，而你都相信好擁抱咧，有一啲好嘅活動可以為佢哋帶嚟不一樣嘅生命嘅話咧，鼓勵你繼續嚟我哋咧第三、第四場工作坊，因為咧半個鐘嘅時間啫，呢半個鐘時間，你當你聽收音機電台都好啊，你或者可能你都忙緊咧，未必有時間咧，可能覆我哋同我哋互動都好，is OK 嘅。不過咧，嗯能夠我哋一齊去彼此互動。彼此去交流嘅話咧，呢短短半個鐘咧，我相信咧，令到咧我哋下一代咧能夠可以有咧不一樣嘅。當我哋面對咧好多嘅下一代，佢哋自己喺心靈上邊嘅脆弱，可能唔知道點算嘅時候，或許我哋嘅行嘅多一步，呢一點嘅小步咧，可以為佢哋咧再帶嚟多一點嘅心理嘅支持。就係我希望我哋咧能夠營造一個咁樣嘅 community，咁樣嘅社群。再一次多謝大家，如果有想問問題嘅，亦都歡迎喺呢個時間去提問。多謝大家。